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苗栗的广田乡甲台铁合作推出进香文化的彩绘列车，有40个车厢呈现着白沙屯妈祖行路进香的文化。这台火车会无定班次，驶离的竹南甲彰化之间，为期3个月，要让更加侪人来认识妈祖的信仰。 进香文化彩绘列车首航，对彰化站出发，途中停留白沙屯站，再去到竹南站，40个车厢拢有绕境的彩绘，真吸引人。从新竹坐火车下来，才刚下车就直接过来这里。哦，对，来体验这个首班车。 彩绘列车4大主题：妈祖启程、好心好爱、心会香团、圆满欢乐，画出信众绕境行路进香的场景，也有彩绘出妈祖的形象。由苗栗广田乡甲台铁合作，每项开38万车人彩绘车厢。这个车每天无定班次，开伫竹南到彰化之间，为期3个月。是宣扬咱的传统文化来做这个彩绘列车。 这届嘛是阮文化组专为设计所创的一变。苗方讲以前信众拢是坐5分车去进香，彩绘列车的诞生，会当讲是延续这款的传统，嘛，互更较侪人认识白沙屯妈祖信仰的文化。